知名的作曲家钱南忠长期以来，甲多元基地结合作曲，互外界看到古典音乐通好顶进台湾。虽然已经退休真侪年啊，不过有关还拢伫咧写曲。今年伊也摕到第42届53年艺术奖的肯定。 73岁钱南忠初中开始学钢琴，文化学院音乐系德国慕尼黑音乐院毕业了后，嘛教了几十档的册，侪通人知的作品，拢出自伊手。人家问我说：“你灵感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就说：“我不相信灵感这个事情。我在钢琴上弹100次，我现在如果需要一个旋律，那弹到100次。” 我把前面的99次全部都丢掉，剩下的那一次对我来讲就是灵感。伫伊的身上看到米兰拍拼，2013年自北艺大退休的钱南忠，又受到侪邀请，到大要持续咧编曲。伫钢琴顶的乐谱，就是伊当咧写的第9号交响曲。自第1交响曲开始，已经16档，坚持的是一种对音乐的热情，嘛亲像一位音乐魔术师。 笛子也好，变成喇叭也好，变成小提琴也好，变成打击乐伴奏也好，我们只要学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可能性，因为我们作曲不是永远只做一种曲子，我们要做非常多不一样的可能。一人上桥前过树。 十指人出难，万军兵。 参加过舞台剧、佮有歌剧的音乐创作，钱南忠从各种的素材融入作曲，嘛受到侪奖项的肯定。亲像1997年到2005年的结果，马兰姑娘、佛教涅槃曲等等，就小连续摕到金曲奖最佳作曲领奖，嘛得过第9届国家文艺奖等等的大奖。这届嘛是第42届53年艺术奖的得奖者。 耳朵写坏了，眼睛也写坏了，那么就是这我自己找的。可是我们人生就是追求一个目标，能够走到这一步哈。那么，我自己是很感谢所有帮忙我的人，这样也很感谢我太太，就这样。 钱南忠9年来用族群文化、文学、自然生态等等多元议题，深耕台湾音乐。当咧写的第9号交响曲，预计年底写了，嘛是要完全退休前的最后作品。预计明年嘛将会举办演奏会。记者丁阿文、小凯台北报道。